宜兰丹古河经过108年到111年，担持4档内各区执行经费分配来检讨，结果确保所占的比例对31.67%到30%以下，而府城则是大幅度提升将近4成。宜兰强烈批评1年内无删市府预算，结果大宝门区的建设经费却大档下降，建设无平均，敢对得起当地乡亲。你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安居乐业。那安居乐业不足的时候，大北门区的人口会流失啊，西北的人口会流失啊。那他离开他的父母亲，来到北斗地方或者进入府城跟西南来就业，可是必须要在那边买房子的情况下，那你想他安居乐业吗？对不对？他马上没有办法跟父母亲一起住啊。宜兰进一步不满是，市府以大宝门区太阳能正电全国第1为骄傲，却唔知努力让人民安居乐业。因为担市大专以上就业率一直偏低，结果65岁以上就业率却是拉到上悬，加上人口流失，显示根本无法度吸引少年族群留在地打拼，相当烦恼，要求市府书面答复。台湾新闻，军事林根采访报道。